台东县政府邀请卖菜阿嬷陈树菊做伙来宣导防诈骗。行政议会预备通过打诈公领2.0，明年1月施行。目标是包括逐年甲100亿的诈骗金额砸落来，也要阻挡6万条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。世界拢是诈骗集团，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强化全民防诈意识，邀请爱心卖菜阿嬷陈树菊现身来反诈，分享伊家己的经验。过去捌互诈骗集团锁定，叫伊申请提款卡，嘛有诈骗集团利用伊申请口做诈骗，但拢互伊发现，伊忽悠大家，贪念是防骗的关键。天底下无遮侪好康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！不要想太多啊，够用就好了。台东县警察局嘛提出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，表示讲11月26日天，全国受理628件诈骗案，损失是超过4亿4千万，其中以台中上悬，敢若平和县的警方无受理到诈骗案。受理了628件，财损的数金额就4亿4678万元，这些人民的血汗钱，一天就4亿多。行政议会预备是通过打诈公领2.0，调整原本4大面向的结果，新增加防诈的面向。司法部做统筹机关专案会对明年1月开始实施，希望对源头来打击诈欺犯罪。目标包括当年阻挡100亿的诈骗金额，另外还有阻挡6万的社群平台的诈骗广告。强化 AI 防治，深化跨境合作，监管防诈产业及强化被害人保护等各项新增策略及措施。另外，为了避免不是本国籍的用户在出境了后，因留的移户卡互非法利用，透过连接移民署的资料库，若是经过查询发现讲用户已经出境，而且无伫期限内完成 KYC 认证，就会把这个移户卡的门号停话断话。NCC 督导电信事业来成立不是本国籍的移户卡，原本统计差不多有221万的门号，加速处理了差不多有210万的。要连到移民署的资料库，大概11月初开始上线，所以大概11月初到现在，应该不到1个月，我们就降了10几万。那12月初的话是全面上线哈，那预期效果会力道会更大。金管会嘛督导金融机构管制人头口座和信用卡的诈骗，除了强化虚拟资产洗钱防治和诈欺防治管理，嘛推动建立信用卡诈欺犯罪防治电子化通报平台，用来阻挡非法的金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